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伊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。 你是李春阿是？我是春兰啦。你是春兰哦，春兰，我就想讲要打电话给你，不过我唔知你的电话。春兰，你甲我讲，可能你是不是变心啊？李春啊，你莫骗我，我知影，可能伊变心啊，对无？无啦，但是唔是你所想安尼啦。我不管安怎样，我即摆个人要知影，伊是毋是要娶别人啊？这春兰，你紧甲我讲，咱是上好的朋友对无？所以你也坦白甲我讲，伊是毋是要娶别人啊？是毋是？是啦，伊要娶我啊。 李春啊，李春啊，春兰，你甲我讲，伊要娶什么人？啊，伊就要找一个大了查某囡仔，叫白雪啊。白雪。李春啊，李春啊，你唔通哭，你唔通哭，你听我讲好无？ 你较冷静好无？吼，你唔通讲吼。好啦，我较冷静。无你叫可人听电话，伊有咧你身边无？你甲伊听，拜托的，你甲伊听者好无？好啦，也毋过你免想袂开的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那咧，无你稍等下，我叫可人甲你讲，吼。好。 喂，喂，你是咪可人的？你较大声好无？我啊，可人的哦。有。你是咪变心要娶大娘婆啊？对无？对无？一春啊，你莫叫我名，你三狗无良心的哦！你的心肝叫狗无去啊？对无？无像我对你安尼好，甲你老爸斗相共安尼芳味哦，白菜烧到甲，搭车计我都比的，你讲。 我知影啦，一定是哦，一定是伊较水、较乖、较体贴，对无？可能，我即摆要听你一句话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已经足爱伊的啊？你讲啊！讲啊！日春啊，我坦白甲你讲，伊身做真古锥。 真可爱，真水，嘛真体贴。一春啊，我真爱你，是的哦。紧的哦，你紧食啦，迄菜冷去就无好食哦。紧的啦。我来食。
爸若是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吃哪会落去？阿爸知影，这拢是阿爸的问题。阿爸即摆会去博奖，我是想讲会当加赢一寡钱，互你去外口甲人做生意，甲咱庄内人甲人会比拼的。我哪会知影？哪会知影我的手气会这么歹？手，爸，阿爸，啊你毋是有甲我讲过，讲跋筊敢毋好？我是有安尼甲你讲，即摆嘛是为着阿爸去跋筊，你知影去互拍，是爱叫钱家的人甲你赶出去。讲啊，这一切都是阿爸的唔对。阿爸若是来去钱家承认唔对，我相信钱家哦，一定会搁再用你，伊绝对袂甲你赶出来。你替阿爸来去。阿爸，莫啦！阿爸，只家伊无用我会当过来去找别个头路啊！啊，头路嘛嘛是，只要我肯打拼、肯认真，一定找有的啦！阿爸知影你找有，但是行啦，替阿爸来去啦！行啦！阿莫啦！行啦！阿爸莫啦！你听阿爸的话啦！阿爸莫啦！阿爸，只要你会当答应我讲吼，以后无要搁再跋筊啉烧酒吼，哎，我就足欢喜啊！你千万都要记讲即摆的教训啦，好无？我是李春啊啦，我甲苦啦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青面碟啊真爽快的一对。记细汉的时阵，阮去掠鱼、灌大伯啊，哇，阁有足趣味的代志。啊，即马我已经大汉啊，最近苦啦去大陆，听伊讲交到一个袂歹的查某囡仔，因两个讲得要结婚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听到这件代志了后，足艰苦，足伤心的。妈祖，你一定要保庇，保庇伊回心转意。啊，若是无吼，我得甲暂时。妈祖是对啦，我讲唔对话啊。我是讲吼，只要会当回心转意，我一定会甲听命命。妈祖，你一定爱保庇我，你一定爱保庇我，保庇我。人是贪着人的查某囡仔水，而且嫁种搁济，今仔日也袂甲一村啊放到白拢袂去一里啦。这个孙的啊，你讲到安尼，迄苦啦，你看安尼爱佚佗碰爱佚佗哦，人袂安尼啦，你。阿舅啊，迄代志摆伫眼前啊，你还搁替苦啦甲你讲话，哈？哼！苦啦，苦啦个啊，等日春啊离家出走啊，啊你要打算安怎？走就走，我哪有法度？哎呦，苦啦个，你哪样讲这款的话啦？啊日春啊，若是你妈。好啊好啊，阿碧婆啊，唔免搁甲伊讲遐济啊啦，加浪费时间的啦。苦啦个，我上了解伊啦，算唔知伊想讲日春啊，今仔开一间干仔店尔，啊，伊只要贪着别墅哦，因兜哦有钱啦，迄门若开开哦，所看到规片地拢因的啦，贪着咱嫁妆啦，才要娶别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点点无话通讲哦，爱情的骗处。像你这款人哦，我第个挂倒来台湾哦，连你老爸哦，我来甲伊切断啦。你个孙啊，有影？你别
阿舅啊，你唔知袂堪得去啦。你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你是毋是应甲我讲？春啊，我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你若毋讲出来，放喺心肝内，迄是愈艰苦呢。我嘛唔知影讲，代志哪会变成安尼？我嘛无想讲要有日春仔艰苦啊，啊毋过我，看来你是爱考虑较清楚的呢。春啊，我唔知影免怎讲啊，啊毋过每一摆我若想到日春仔哦，我迄生活头拢硬咧艰苦起来。看白雪儿，心肝遐尔啊善良，家己的身体也无讲教得偌好，啊毋过伊咧尽量想办法来咧照顾后壁婆，家己的身体拢无咧顾，亲像这款查囡仔，我是也足感动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想办法，互伊伫这几年会通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。春啊，我已经决定啊，袂去改变心意啊。但伊有啥物委屈啦？春兰啊，伊即摆吼欢喜都袂有啊啦。你叫孙你是咧讲啥？自从苦啦知影白雪得到绝症了后，白雪伊拢无考虑伊家己，伊看妈妈发病，佮伊得照顾我妈妈，而且我请讲有啥互妈妈请。看啦，感觉讲白雪这做囡仔真可取，所以决定要带互伊幸福。伊决定要带伊，伊毋是因为因兜有钱，所以才带伊的，知无？你袂用责备伊啊！这，签的就是叫不妥啊。是我啦，是我。啊，像你叫我来啊，我讲台湾人敲电话来讲，李春仔等来啊，我请你放心。阿妹哥啊，你出来等啊！多谢啦，多谢啦。阿妹哥，你出来等呀，你出来等啊！妈祖婆，我姓吴，名叫豆油的，啊，大家拢叫我吴豆油的。啊，我有开一间苦辣面摊，啊，阮囝苦辣的哦，讲甲阿碧婆啊去大陆探亲啦，哇，啊，煞去甲一个查某囡仔相伴啦，啊，搁要甲人结婚啦。妈祖婆啊，你著保庇阮囝，人全咧叫调咧，伊若调咧哦，啊，我火都欢喜啊咧。妈祖婆保庇哦，保庇伊就安尼，互伊知影倒转来，保庇妈祖婆，妈祖婆。李春啊，你听我讲好无？你误会苦辣的啊啦！我袂听，我袂听，我袂听。李春啊，你较定静的好无？你敢知影？你若无爱听我讲，你是害我一世人哦！你听我讲好无？我向你解释清楚好无？哦，好啊，啊无，你讲看卖。李春啊，你敢知影？苦辣是咱会答应要甲白雪结婚。白雪是一个真乖，佮真捌代志的查囡仔。毋过伊去得着绝症啊，你知无？伊得着绝症，伊并无关心伊家己的身体，而且伊佮处处关心别人。想即回，我妈妈为着要找人，爬倒伫门床顶，我无时间通照顾我妈妈，拢是伊伫照顾，你知无？而且，伊佮恰风水互我妈妈，苦辣看伊安尼，拢无关心家己，甲处处咧替别人设想。苦辣希望伊当救伊一命，所以决定要互伊幸福，伊才答应甲伊结婚的。你知影无？你无骗我哦！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我无骗你。我到即马才了解，苦人的就是不忍心看到白雪
弟就带一名假先去，所以你才安尼做的，对无？立春啊，你了解苦辣的心，我即满了解啊，我才互伊会当真紧就结婚。啊，毋过春兰，你一定爱甲伊讲，我甘愿逐工拢会接受伊的。付出有偌大？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好来个呀，好来个呀，唔爱，我你是啥？啊来叫袂叮当，好来个呀，好来个，我实在，好来啊，好来个，哦，实在他妈死你嘛是安尼，好来，好来，你。阿姑啊，啊你是要我惊死的？我遐大声。歹势，我是讲叫苦啦，叫袂赢哦，我甲大声落去，所以就是安尼嘛。你讲安尼叫甲安尼，唔知你想啥了，看卖啊。老早，安尼遮早起来，敢有啥物代志啊？无，即讲会行落来，对哦，啊，苦啦呀，你是安怎样啦？哎，高早。无较早哪会用哩？票是要带这个新郎来买物件。你也看，这种现，这种现的你也看。叫甲安尼啦。是啊，你做新郎当然要带你家买一寡物件啊。好来呀！啊，你平常时毋是上爱买物件，买遐有诶无诶？啊，逐个哦，要招你去买，你甲得当啊加些，行，你个我带你来拣一寡干啊较水诶。这什么干啊？这什么时代咧？拣什么干啊？这无，点啦。好。阿伯伯啊，对啊哥啊，啊？我是感觉吼，我食到20几岁啊，我毋捌娶过某啊，毋捌结婚，听到要结婚，我会紧张，袂习惯啦。苦辣的，我听人讲哦，要做新郎进前一2天哦，拢会安尼啦，你靠精神的呢。好个照顾袂煞，免顾袂煞的哦。顺的。喂，我甲你讲，啊？你也讲啊，春来来讲了喂，哟，生意偌有经验呢。好啦，好啦个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要娶这个是我的宝贝仔孙呢，好好甲照顾，袂用清清彩彩的哦。我知啦。你甲讲啊，我就知影哦，掂无3分钟啦，哦，来佚佗。好啦。燕春，你看到也跟他来，在这啦。这是阿哥啊，要送来结婚礼物。阿哥，你即摆人好无？袂错。你还搁咧关心伊哦？我当然嘛关心伊，伊就甲阮阿兄同款呐。敢若你阿兄同款啊？安尼就免讲。燕春，你这是啥意思啦？无啦，无啥物意思。袂使。这物件你收来，阿哥阿公祝你幸福。放心啦，咱这也袂教人啊。收来，我来走。等一下，还阁有啥物代志？阿哥伊即摆人到底好无？我嘛毋知影，但伊也无看病，也无安怎啊，袂死啦。燕春。
别帅。啊，你上介意啥物？我上介意，我上介意天地的星。唔是啦，人我即摆是咧问讲你上介意什物物件啦？什么物件？系啊。叶啊！叶啊？哇，咱隔壁迄阿红姊啊，甲因翁啊，身躯吼拢一人斗一对呢，怪水的哦。那我以后吼，嘛要买一对，一个互我家己挂，啊，一个互阮翁挂。别帅。等我若是有钱吼，我一定会买互你的。袂用啦，袂用啦，你哪能买互我啦？你莫爱买互你未来爱人，安尼才对。哪能买互我啦？戆大呆。会算。等我若是有钱的时阵，我一定会买互你的。对，啊，多谢。斗正哈，斗正嘿。我说，你抽多啊嘛？嘿啊。那个呀，你哦，调好啦，这个摆钱给老面一张，这我真的真好哟。调好啦，你。这书好看无？水。哦，这书哦，我进来时嘛，看我讲我穿一书，甲这共款的哦。是啊。嘿啊。哦，我讲我穿的书哦，5、6个挨斗穿啊，你硬标安尼剪落去的哦。你真了熬落去，哦，你一个给我穿落去啊！我笑啦！后壁讲你破价，迄啥物当时恁讲啊清楚，你这遮大领5、6个眼睛硬甲穿落。嘿啊！迄是要安尼。